分享他生命裏的瑣碎事，反覆語音符裏構思，一起將心聲說出不太易，願你拋開隔膜一一告知。下雨天跟你變換晴天，跟你繼續懷念，共度美好一天。當家是 franchise， 自帶你在我們不用分享生活裏喜與愛。當家是 franchise， 與你共對我心更珍惜生命裏的每一天，因你在。又到星期六啦，逢星期六咧都會有當家私房 choice， 有我 Candy 啦，同每一位嘉賓上嚟啦，分享佢哋嘅成功心得嘅喎。嗱，今個星期嘅當家咧就係 Elmas 啦，趙慧基小姐，佢咧就係一間非常之出名嘅婚紗公司啦，以前就叫做而家係 White Bridal 啦。咁以前係有賣婚紗嘅，係咪？以前有賣婚紗。係啦，而家就淨係做婚禮統籌。係啦，因為咧我知道以前，我哋由以前開始講起先啦。好啊。咁你以前咧係有賣啲名牌噶嘛，即係好似 River Van 啊，係啊，等等咁樣。咁點解而家淨係做婚禮統籌咧？其實咧一直婚紗我哋都中意嘅，咁但係婚禮統籌而家主做咧，主要少少都係商業決定嘅，即係真正個原因就係商業決定啦。但係事實上就係我哋做開婚紗，慢慢耐咗嘅時候咧，就慢慢參與到婚禮嘅唔同嘅部分。咁你就發覺，咦，其實婚禮除咗衫之外，仲有好多好好玩嘅嘢。哦，即係因為當然啦，個個新娘都會想要一條好靚嘅婚紗，咁但係啦，除咗婚紗之外，又仲有好多嘢嘅，所以你哋就決定，因為可能係咪擇貨嘅關係咧？擇貨啦，看鋪啦，即係好多依類型嘅。做婚紗有唔同嘅考慮，咁同埋可能接觸婚禮多咗嘅時候，有自己嘅諗法，即係可能嚟我哋嘅 vision 唔係淨係新娘子 march in 嗰刻，可能係多啲嘅。咁究竟成個佈置係點咧？音樂嘅安排係點咧？即係整體突然之間，如果係一個夢想婚禮，咁婚紗就未去，即係唔能夠 represent 晒我哋諗緊嗰個 vision 咯。咁而家咧，你除咗係做即係唔做婚紗啦，咁淨係做婚禮統籌，咁攝影有冇做咧？因為之前你定係你會同啲其他攝影師合作咧？我哋會同其他嘅團隊合作。即係而家主要就係你哋公司就係淨係做婚禮統籌。冇錯。咁婚禮統籌有啲乜嘢要注意咧？作為一個婚禮統籌師，係啦。最緊要攞個心出嚟咯。我自己都咁同我啲職員講嘅，即係其實婚禮統籌係一個人同人接觸嘅一個行業嚟嘅，即係我哋唔係一個普通嘅 show，呢一個係一個婚禮嚟嘅，係一生人一次嘅婚禮，係兩個人即係佢哋結合啦。咁兩個 family 即係兩邊嘅屋企人，即係全部嘢都係好個人、好 personal。如果一心係諗住，總之我當 show 咁做就得啦，我做咗都100次咯，都係咁噶啦。如果用呢個心態去咧，就一定唔會做得好。同埋你每一個你嘅客人，或者嚟到婚禮嘅每一個來賓，佢哋都會感受唔到你嗰種嘅 passion 喺度嘅。哦，咁即係你每一個婚禮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嘢咯喎。會㗎，一定。咁會唔會有第二次結婚嘅新娘翻嚟揾你，會有啲唔同嘅感覺咧？會，我哋都要睇下佢即係第二次婚禮嘅時候有啲咩唔同嘅火花咯。唔同嘅新郎啊嘛，因為一定會有。好啦，咁咧但係大家咧知道咧你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啦，因為你做即係開呢間咁出名嘅婚紗公司之前咧，就係做律師嘅喎。咁點解有律師唔做，要開婚禮統籌咧？其實嗰個古仔咧就唔係啲咩好特別嘅古仔，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好特別，但係後尾發現原來咦咁多人個古仔咁似嘅咧，就係我結完婚先開嘅，我嗰個婚紗鋪其實咁就係我諗好多人都係啦，好多新娘子自己去籌備自己個婚禮嘅時候，中意咗婚禮。並且覺得咦唔係覺得好煩咩？我調轉喎，你覺得好煩？我覺得好煩。就係因為我冇揾婚禮統籌師啦。我自己嘅時候都冇揾，但係我自己嗰刻就有少少覺得咦 OK 喎。其實婚禮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好多 potential 喺度。咁同埋我當年開即係婚紗鋪嘅時候，香港嘅婚禮嗰個市場同而家好唔同啊。過去呢6-7年發展得好快，咁但係6-7年前唔係咁嘅，即係我哋嘅每一個新娘子嘅面對嘅有嘅選擇啊。即係少啲係咪？少好多，係質素啊，整體都會少好多。過去呢幾年嚟進步得好快，咁快咪即係競爭大咯。係，咁你就仲加開？
係啊，所以我哋有少少轉型，後尾就婚紗我哋就少做咗，因為其實我哋開嘅時候咧，我自己結婚嘅時候咧，賣緊國際品牌嘅婚紗公司係好少嘅，我自己一件都唔喺香港買，結果我都飛走咗去買。咁我嗰時有啲驚訝，即係點解可能香港一個國際大都會，我哋 fashion 乜都有，但係婚紗乜都冇，咁我就覺得好驚訝，咁就覺得個空間就 market 就好大，即刻諗住，所以就決定開咗呢間，就決定開，係啊，咁就放棄你嘅專業人士身份啦。係因為我諗嗰樣嘢係你冇得兩邊一齊做嘅，即係當然你冇咁多時間。係啊，你俾心機做一樣嘢，跟住我一決定咗做，我成個腦都係諗緊我鋪頭婚紗結婚，咁就好難再兼顧到另一啲嘢咯。咁你咧而家選擇咗海闊天空，但係林憶蓮嘅版本喎，點解咧？因為我覺得有另一種嘅味道，即係海闊天空，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好耳熟能詳啊！即係尤其是係不停咁唱，咁社會嘅氣候令到呢首歌不停咁樣會好 hit 啦，即係喺唔同嘅時段都咁。但係我又會覺得當林憶蓮唱嘅呢個版本嘅時候，又俾咗另一種可能代表咗我哋香港女性嘅角度去唱呢首歌，即係我 feel 到嗰種即係溫柔版本，但係有份堅毅同埋堅韌嘅感覺喺度，即係女強人，即係好似你咁啦，有我哋自己嘅諗法、想法嘅咯。好，我哋一齊聽下 Elvis 嘅選擇《海闊天空》，林憶蓮。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風雨裏追趕，霧裏分不清影蹤，天空海闊你我可會變多少次，迎着冷眼與嘲笑，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一剎那彷彿若有所失的感覺，不知不覺已變淡心裏愛，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怕會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今天寒夜裏看雪飄過，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風雨裏追趕，霧裏分不清影蹤，天空海闊你我可會變，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
完咧，阿 Elmas 咧就講咗啊，佢點解有律師專業人士都唔做啦，就做咗呢個婚紗公司嘅老闆娘啦。咁咧嗱，我知道有好多名人都同你合作過噶，例如阿楊千嬅啦，佢結婚嗰陣時，嗰件衫係喺你度買噶啦。咁幾多錢㗎嗰件衫？係咪起碼要10萬蚊咁？件衫本身就相當之貴嘅，但係我哋同千嬅嗰個合作形式，即係友誼。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同千嬅合作成個過程都好開心嘅，即係無論佢同佢先生同埋佢嘅工作團隊，由佢哋例如影婚紗相啊，到佢嗰排即係到新娘子嘅時候，可能有好多同婚禮有關嘅廣告啊嗰啲 job，我哋都幾緊密嘅合作。都係你哋嘅衫嚟嘅，係咁都幾開心嘅，所以個過程，所以咧錢就好難衡量呢件事嘅。咁當然啦，嗱佢係咯着得咁靚啦，即係我都有睇啲相啦，咁大家都戥佢好開心啦。咁係咯，你唔做衫就即係好似有啲可惜喎。我哋都覺得可惜㗎，因為可能好多客人啊都認識我哋個公司品牌，都係因為婚紗為主，而婚紗係每一個女孩子第一樣嘢，一結婚就會諗呢樣嘢係啦。咁但係始終唔同，可能慢慢耐咗嘅時候，可能個興趣都有少少嘅轉移咁咯。咁就可能其實淨係婚紗都開始未必可以滿足到我自己咯。我知道啦，你最近即係唔係叫最近啦，前嗰排咧就幫咗名人阿余若薇個女咧做 wedding planner 喎。咁有咩趣事咧？趣事其實都冇乜特別趣事嘅，其實唔同，好和順嘅，好容易話為嘅，好開心，因為佢哋個 family 係好 close 嘅。咁做呢類型正經界嘅名人，就可能從楊千嬅佢哋嗰類就會有啲唔同嘅，係啦，係即係大明星嘅又另一種，因為始終可能喺個 guest list 嗰度啦，即係你嘅，我哋可能要兼顧到唔同嘅背景啦，即係喺語言上邊啦，又或者點樣可以 balance 咧？因為始終一對新人咧係年紀輕嘅，一定會係咁，佢哋可能會希望 personal 啲、開心啲嘅感覺，但係可能你會發覺嗰個賓客個名單上面咧有好多重要人物，可能又要嚴肅啲，咁我哋成日都要喺呢咁嘅情況之下要有 balance， 係要平衡咗兩點，又大方得體，但係又唔會話好似有一個政治 show 咁樣去咯。我哋都做得多嘅，其實即係除咗余若薇之外，我哋本身嗰個 clientele 其他客咧都多係專業人士或者係呢類型背景嘅咯，即係政治界、政治經濟界啊、法律啦，當然有法律界當然好多啦，係啊，咁所以都通常都會面對呢個嘅挑戰咯。咁樣，但係你話同巨星楊千嬅就有咩唔同咧？因為係咪佢哋娛樂圈啦，都會中意玩啊 ，playful 啲啦，係啊，佢哋啲嘢要特別啲，就話可愛啲啦，好似陳小春咁樣，佢哋又中意扮 BB 啊，即係類似咁樣。係啊，佢哋嗰啲製作啊都會唔同嘅，佢哋要求嗰啲嘢可能即係佢哋平時如果講衫嚟講，佢哋出開 show 嘅，佢哋就可以誇張好多嘅衫。咁相反，我哋普通女仔嘅話，其實就會覺得好誇張。咁啊係，譬如可能我結婚，我都係中意簡單嘅，可能多一粒珠片我都覺得唔好啦咁樣。但係佢哋反而唔係啦，因為做開演唱會，你咁樣唔夠誇張喎，咁樣要勁㗎，即係要朵花可能要大過個頭好多，咁先至會覺得啱嘅咁樣。係啦，就係呢個方向。咁你揀 Fly Me to the Moon 呢首歌點解咧？呢首歌因為其實始終而家冬天啦，係我哋婚禮嘅旺季嚟嘅，咁所以我自己一諗起如果近排有啲咩忙嘅時候咧，一定係有婚禮呢件事喺我嘅生命度佔咗好大部分。咁而呢首歌咧都走唔甩噶啦，差唔多每一個婚禮都會喺當晚嘅晚宴裏邊咧係會被挑選嘅。咁我自己係其中一首最喜歡呢個歌，因為一聽起嘅時候，佢有一種好令人好開心嘅感覺嘅，即係好輕佻嘅感覺。咁所以我就每一次去到嗰晚，無論已經好攰、筋疲力盡，跟住個 live band 一唱 Fly Me to the Moon， 突然之間我個人會輕輕鬆。你係咪逼啲新娘咧聽呢隻歌嘅？冇，定係啲新娘自己會揀呢隻歌嘅？自然會揀㗎。OK， 我哋一齊聽下 Elmas 嘅選擇 Fly Me to the Moon，Olivia On。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當家私房 choice 徐以文 Candy。翻到嚟第二部分嘅當家私房 choice， 我身邊咧就繼續有 Elmas， 佢係一位非常之出名嘅婚禮統籌師啦。咁啱啱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同楊千嬅嘅嘅經歷啦，即係佢同佢點樣合作嘅開心事啦。咁而家想問下啦，如果你嗰陣時點樣入行嘅咧？入行咧，其實婚禮好得意嘅，入行嘅門檻咧係比大家想象中都低嘅。即係其實我係女人，我中意婚紗就可以入行。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其實婚紗同買普通衫冇分別嘅，你一樣去買一件好靚嘅衫。咁唯獨嘅就係婚紗的而且確係有佢當中嘅學問嘅，因為你係一生人一次啦。嗰個新娘子一定係諗緊，我當日一定要係最靚。係咁，而婚紗亦都唔係咁容易着嘅一件事嚟嘅。咁係咪要睇翻身形咧？一定要睇身形，同埋因為你學你話齋啦，一生一次啊嘛。咁我係咪因為有啲朋友啦，我見到會好大隻蝴蝶啊，即係嗰啲咁。當然我就覺得唔靚啦，但係佢哋覺得好靚噶嘛。咁你點知道嗰個客人嘅需要咧？我會希望佢哋亦係中間有個平衡啦。我哋覺得婚紗咧係一啲你一定係要恆久嘅，要 timeless 嘅。係咯。如果嗰啲嘅款式而家例如個蝴蝶啦，啲波呢一兩年好興嘅，咁你有心理準備，你呢一兩年好靚，10年之後你睇翻你會好驚。譬如我60歲睇翻我就會覺得唔想啦。咁我哋有時都有喺側邊從旁會提一提，咦係啊，呢一兩年就會興啲，但係定係你會唔會考慮一啲較為經典啲嘅款式咧？我哋會向呢啲方向，同埋有時太過花巧咧，其實好難着啊！因為婚紗條裙已經好大條，如果你喺上邊仲有好多唔同嘅嘅細節喺度咧，咁當然你咁高身形，你咁瘦得，但係咧唔係人人新娘子都係咁嘅時候咧，就要好小心咁。但係其實婚紗應該都唔難着啊，因為佢都係大條噶嘛，咁變咗你下身肥胖啊，甚至有咗 BB 嘅都着到啦，係咪？首先要高啦，呢個講法。當你唔高嘅時候咧，大條嘅裙擺已經係一個問題嚟㗎啦。我哋如果即係假如香港女仔啦，可能好多都係5尺4寸嘅，咁着埋高踭鞋，咁5尺6寸咁都 OK 嘅，都 OK 嘅。咁但係假如個子再矮少少嘅，咁我哋就要諗啦，究竟佢 carry 唔 carry 到一條咁大嘅裙咧？你唔想條裙望起嚟個感覺好臃腫啊？咁同埋其實婚紗嘅結構咧較為複雜，的而且確你會着起嚟咧，你會覺得好硬嘅，因為佢有好多魚骨啊喺晒入邊，咁所以就有 BB 就可能嗰啲款式係唔得嘅，我哋就可能要高翻腰啊，咁樣去就住。即係你從嗱頭先你俾嘅意見就係婚紗意見啦，咁到場地選擇啦，又仲有啲咩要注意咧？其實都好多，或者音樂啦，係咪頭先你揀嘅呢首歌？係啊，我自己覺得如果話入行嘅門檻咧，我真係覺得其實婚禮係好講經驗嘅，即係每一樣嘢你哋自己即係要去經歷得多。經驗嘅意思係咪結婚結得多啲？呢個就難啲，尤其是大部分新人都真係新人，咁所以佢哋係冇經驗，所以變咗個婚禮統籌師嘅角色真係要俾到好有即係要有信心，係啦，佢係講到嘅 information 係真係幫到個客人咯。咁呢啲就係靠自己，無論係問啦、學啦、做 research 啦，跟住就係真係之前去plan過咁樣得翻嚟嘅經驗，咁你先至幫到對新人。但係我知道好多人咧話自己係婚禮統籌師啦，咁當然佢哋都有去讀嘅，咁但係可能佢哋啲質量啦，或者佢揀啲婚紗，或者佢品味啦，我哋可以咁講，因為品味呢啲嘢好個人噶嘛，我覺得唔靚，佢覺得靚，你覺得唔靚，佢覺得靚咁樣，咁佢係咯，咁但係咁咪冇一個 standard 咯，冇一個標準咯。係啊，我覺得嗰啲嘅課程咧，對於一啲好想做婚禮，但係又無從入手嘅人咧，我覺得嗰個都可以考慮嘅，因為你都唔知點樣開始。即係好似電視台訓練班咁，有少少。即係你起碼有個佢俾咗個大個廊嚟，大約原來一個婚禮統籌嘅工作會牽涉咁多個範疇，你都會大約咁。咁但係再中間嗰個餡咧，就要好靠你個人嗰個修為啦。即係好似如果你頭先提到嘅就可能個人嘅品味，咁就好難㗎啦。即係其實有時因為你其實你婚禮來來去去都係可能歌曲啦、花啊、婚紗啊等等咁樣。咁你花嘅
即係擺設嗰個 arrangement 啦，咁已經唔同噶啦嘛。即係 even 你用同一個玫瑰花都可以有係咯，都可以好多唔同，冇錯出咗嚟嘅效果已經可以好唔同噶嘛。係，如果我諗個人品味係爭少少嘅，咁我覺得可以做嘅都真係不停去進修嘅，即係我諗始終你睇多啲雜誌，係啦，去感受一下，咁同埋都仲可以，其實婚禮統籌都仲可以分開，因為有時你喺外國佢哋會將婚禮設計師 wedding designer 同埋婚禮統籌師有唔同㗎，佢會分開嘅。咁你例如我哋喺你知，尤其是香港婚禮喺安排裏面，當日係由0開06一直去到夜晚，係啊，當中有好多細節咧，咁就未必牽涉任何 taste 嘅。咁就純粹係作出啲 logistic 嘅安排啊，交通嘅安排。咁佢哋即係安排啲親友啊，係啦，安排啲食物 catering 嚟啊。咁呢個就叫做婚禮 designer 統籌統籌師。係啦，咁就如果我覺得如果自己嘅 personal style 係唔係好 ready 嘅話，咁你可能 focus 喺嗰邊先咯。咁但係我哋梗係希望就變咗你哋就兩種都做嘅。我哋希望都做係啦。OK。咁你揀咗追憶呢首歌喎，林子祥嘅，點解咧？呢首歌咧，其實係喺我大學年代成日聽嘅，因為嗰陣時咧有一個大學你讀 law 噶嘛，大學讀 law 嘅，係啊，咁嗰年就有一個好親嘅親人離開咗啦，咁跟住嗰刻就突然之間就覺得呢首歌好代表到我嗰刻嗰個諗法，咁嗰一年都冇乜讀書噶啦，因為個心情咦，但係你都畢到業喎，緊都畢到業，咁但係就不停咁咯，就係不停咁 loop，咁後尾又發覺原來咧人唔開心咧係唔可以不停咁諗嘅，你越諗啊越唔開心，即係反而諗翻啲開心嘢。係啦，咁唔好俾自己再沉醉於聽追憶呢首歌。咁得，所以而家你好開心啦，因為你事業又成功啦，又有美滿嘅家庭，就聽翻呢首歌就冇問題啦。最近就 OK， 即係諗翻起嗰陣時嘅嘢，但係都冇嗰種傷感嘅。OK， 好，我哋一齊同阿 Elvis 聽下呢首追憶林子祥。童年在那泥路裏，新嘅看一對耍把戲藝人，搖動木偶令到他打關鬥，使我開心拍着手。然而待戲班離去之後，我問為何木偶不留低一絲足印？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種未逗留。從前在那炎夏裏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談來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離去之後，我問為何夏變得如冬一般灰暗？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種未逗留。從前共你朦朧夜裏，躺於星塵背後，難明白你為何別去，留下空空的一個地球，徘徊悠長路裏，今天我知道始終要獨行。閒來回頭回望去，追憶去，邊笑邊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私下慶幸，時日在我心留低許多足印。從前曾共我一起的，現仍在心內逗留。長路裏，今天我知道始終要獨行。閒來回頭回望去，追憶去，邊笑邊哭，喝淡酒。然
然而就算哭亦暗思後慶幸，時日在我心留低許多足印。從前曾共我一起的煙氣在心內逗留。從前誰曾燃亮我的心，始終一生在心內逗留。嗱，啱啱咧就同阿 Elmas 咧就講完呢個追憶呢首歌係因為佢啲唔開心嘅屋企人離開嘅件事件啦。咁你咧就揀咗陪着你走喎。咁講翻啲開心嘢先，點解咧？陪着你走咧，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好浪漫嘅，雖然係一首好舊嘅歌，但我有時覺得一個男一個女走埋一齊，咩時候係應該結婚？就係即係當雙方對對方有咁嘅承諾，就係無論點樣，即係好似我哋好老土講，即係好似你嗰個結婚嘅誓言咁，無論順境逆境，富貴定貧賤，我都一定會同你走落去，我都會照顧你。我覺得就係即係當大家對大家有咁嘅諗法並且承諾嘅時候，咁呢啲就真係呢個關係就好係咯。咁嗱，你見過咁多新人啦，咁有咩你會覺得點樣先係會為之結婚咧？即係好多人可能小朋友18歲可能就已經諗住覺得自己係成熟㗎啦嘛，咁可能有啲人40幾歲都仲未玩夠咁樣。咁如果你嘅意思係咪覺得對 one 呢樣嘢，即係 Mr. Right or Mrs. Right 嘅呢樣嘢係感覺嚟嘅咧？即係講唔出嘅，同埋每個人都會唔同嘅。我諗每個人都唔同，但係我自己嘅睇法係，即係我有時我會見到好多 couple 嘅時候，當你將對方嘅利益或者感受擺喺自己嘅感受之前，我成日都喺公司或者同新人接觸裏邊會感受到佢呢種默契。係啊，因為見咁多新人咧，你實知道邊啲 couple 係真係好真係一定要快啲結婚啦，嗰啲咁嘅咁係啊，因為我有時即係我都俾嗰啲男仔感動到，即係我會感覺到佢係佢嗰種承擔，即係佢曾經試過有個外國嘅新郎哥同我講過，好開心，好多謝你，因為你令到我個新娘子買一條裙，佢好開心，好多謝你令到佢咁開心。咁佢係捉住我隻手嚟講多謝，咁我就覺得好 sweet 啊！你可以去到咁盡嘅，即係一件咁少嘅事裏邊，佢都真係好感激你。係咁，但係嗱，你係結咗婚噶嘛？你結咗婚先開呢間鋪頭噶嘛？咁你會唔會對啲客人有幫助？有啲信心咧，證明係咯，即係你結咗婚啦，嗱，你咁成功結咗婚，你有咁開心嘅屋企。我諗心理上邊對客人會有嘅，所以啲客人可能過咗第一次見面之後，你結咗婚嘅可，都會問㗎啦，係啊，咁跟住我話仲好多年添，咁係好似係安樂好多嗱，係咪先鬆咗口氣？因為好似譬如大妗姐咁啦，咁如果佢屋企都係唔順嘅，咁可能老公又對佢唔好啊，個仔係啦，就冇得做大妗姐㗎啦嘛，即係佢揀得你都係因為你係可能 lucky 啊，即係中國人就比較信邪啦咁樣，即係都會有幫助嘅，會有幫助。同埋你始終喺香港人嘅婚禮唔係淨係兩個人嘅事，係兩個家庭嘅結合。咁可能你自己因為已婚嘅身份，佢令到覺得你可能有經驗啊，你去點樣面對成熟啲，你要面對奶奶啊、老爺啊嘅時候，其實大家都係一種嘅有磨合，同埋大家都係。即係會了解到點樣去做呢樣嘢。係啊，我哋一齊聽下 Elmas 嘅選擇，呢首歌送俾阿 Elmas 嘅老公㗎吓。陪着你走 Rubberband。誰說時間片刻變陳舊，全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而我愛誰說永不會長壽，陪着你一生到白頭，都能把心中星星閃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編出兩雙足印，過千山過千海，如果走到這世界邊端，我倆已是無力前行，
跟我一起飛去。不相信時間片刻變陳舊，全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邊有我緊握你的手，這份愛誰說永不會長壽，陪着我一生到白頭，都能把心中星星閃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編出兩雙足印，過千山過千海。如果走到這世界邊端，我倆已是無力前行，跟我一起飛去。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編出兩雙足印，過千山過千海。如果走到這世界邊端，我倆已是無力前行，跟我一起飛去。徐以文 Candy 當家私房 Choice。翻到嚟第三部分嘅當家私房 choice， 我身邊咧就有 Elmus 嘅，佢係一位而家非常之出名嘅婚禮統籌師啦。咁咧，但係咧大家知道啦，你以前咧係做律師噶嘛，唔係普通律師喎，係大律師喎，即係我哋所講嘅大狀啦。咁係仲要專係打刑事添，因為你個師傅係非常之出名啊 Lawrence Lok 啦咁樣。咁係啦，咁你咧小時候係咪已經一開始就諗住做律師啊，或者做婚禮統籌師嘅咧？又真係冇喎，我諗同好多即係其他香港人嘅諗法都係細個諗嗰樣嘢咧，即係讀嗰樣嘢就唔係做嗰樣嘢嘅。我仲記得嗰陣時中七嘅時候選科嘅時候咧，我一直都係冇擺法律喺度嘅，我擺咗其他嘢。咁啊，最後個 deadline 咧，仲要自己俾錢去改科嘅時候咧，我就 last minute 就將法律攝咗上去，咁樣先至。咁點解突然間要改變主意做讀法律咧？嗰刻真係冇諗到咁遠嘅。我嗰陣時純粹就係諗，你讀咗法律咧，其實好有用嘅法律嘅知識。我當然啦，有咗法律知識，我可以揀唔做律師，我可以做其他嘢。但係我唔讀咧，我就可能冇得做某啲同法律有關嘅嘢。咁所以我就覺得純粹即係好似好多香港人一樣，就諗住做一樣可能有啲前途啲嘅嘢嘅時候，我就先至會讀法律。即係穩陣啲，係啊，因為醫生、律師都係香港即係比較揾到錢嘅行業咁樣。係啊，咁你就選擇咗做大狀啦。咁因為我識你嘅時候係你係做大狀噶嘛，係啦。咁因為我都係讀 law 嘅，咁即係明白到其實讀 law 真係學到好多唔同範疇嘅嘢，咁亦都對自己將來即係對好多嘢都有幫助。譬如
交租啦，咁係啦，個租客唔交租，咁要點樣掟佢走咧？即係呢啲我覺得係非常之有用咯。其實係咪喺生活嘅每一個範疇咧，法律知識都有用嘅。咁但係你又唔做啦，咁而家開咗呢間咁犀利嘅婚禮統籌師啦，即係婚禮統籌嘅公司啦，係咯，咁又你冇讀過 design 噶嘛，咁點樣又會做到呢樣嘢咧？其實我自己覺得真係法律嘅知識咧，令到都有幫助㗎。係啦，有冇幫助？你啲客人對你係咪信心會大啲咧？本身呢件事已經係嘅，即係佢哋都知道你以前係大狀嚟㗎，咁可能佢哋就覺得即係已經安心啲㗎啦。咁二嚟就係其實但其實冇關係㗎嘛，你人會醒啲嘅，都 logical 啲嘅。咁啊係，同埋你同埋有信心啲咯，解決問題嗰種能力啊。其實一個婚禮籌備成年咧，好瑣碎嘅。你對一啲細節嘅 attention to details 咧，喺婚禮係好重要。而我覺得法律咧喺呢一方面嘅訓練係好夠嘅，係啊。即係你意思係法律嘅 training 係對你嚟講係因為你個 logic 係聰明咗，即係對 logic 嘅分析係聰明咗。係啦，即係你去解決問題，你嘅邏輯啊，整體都會進步啦。咁同埋法律要求到你，可能因為條文啊，可能喺文字上面要細心啲，要好細心。咁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唔係話淨係婚禮嘅，其實所有人出嚟做嘢，對於細節嘅掌握咧係好重要嘅。其實你 miss 咗個細節，你做咩都做唔嚟嘅。但係係啦，其實我都覺得係嘅，因為我都係讀法律啦，所以我就明白你講咩。因為我發覺咧，可能我老公咁樣啦，或者真係好多人啦，佢真係對啲瑣碎事係完全覺得冇嘢嘅喎，係佢隻眼咧係望唔到其他嘢嘅咯，即係佢淨係望到前面。但係我哋可能就會一眼關七啊，係啦，佢咪話未整咗俾你咯，係啦，即係佢哋會睇唔到呢兩樣嘢，其實係啦，有咩唔同嘅，做漏咗嘅嘢都唔知嘅，係啊，即係可能有啲少少我哋會嗌交，例如雞呢個係雞翼尖啊，我話唔係雞翼尖，呢隻叫雞全翼咯，即係類似呢啲咁樣，我哋係咪就會覺得好煩咧？如果咁樣，唔會煩，但係都幾得意嘅，都幾得意。有時其他外人就會覺得你哋好奄尖、好尾。係啦，但係其實我哋就係要specific 啊嘛 ，precise 啊嘛，係啊，嚇就所以你就可以，你覺得法律呢樣嘢就可以幫到你嘅，會幫到。其實喺處理好多問題會輕易咗好多，係即係可能唔係咁嘅背景嘅時候，你會覺得好吃力㗎。其實你要。但其實醒目咪得咯，係咪？可以係咁講。我成日有時都係咁諗，一個人醒啲咁啊，做咩都成功啲咁咯。咁你就揀咗我係小忌廉呢首歌喎？點解咧？小忌廉呢首歌好有情意結嘅，因為係即係細路仔嘅時候，我讀緊小學，咁暴露咗你年紀咯。係，我都知道中緊㗎啦，呢件事。咁所以嗰刻。喺我看嚟咧，我覺得係真嘅，即係喺我心目中啊，小桃同小忌廉好似係好真實嘅人物嚟嘅。咁樣放學會跑去咁睇下究竟佢個身份有冇被識穿啊嗰啲咁咯。咁就諗起好多小時候嘅開心事。係啊，好開心咯。咁你又揀咗天生一對喎，仲要呢個夢劇院咧係我完全未聽過嘅，係咩？係咩人嚟嘅咧？又係會透露年紀嘅，而且佢自己年紀都唔細。呢一個就大翻少少啦，但係我哋中學嗰個年代，咁嗰刻好 hit 㗎。我唔知你哋唔知嘅啫，我未聽過完全。因為我唔係扮細，但我真係未聽過。即係佢哋嗰陣時就兩個女仔走出嚟啊，即係好浪漫、好純真啊，咁啊好紅啊！我哋音樂堂又唱啊，任何時間都喺度唱緊夢劇院嘅歌咁咯。哦，咁所以你就諗翻起呢兩隻歌，就令到你諗翻起以前啲好開心嘅事情啦。小學同埋中學嘅階段啊。哦，咁好啊！我哋一齊聽下阿 Elvis 嘅選擇，我係小忌廉同埋天生一對夢劇院。在轉，歷億萬年，星飛過願望實現，力量像一個活神仙，和同歡喜舞轉又轉，繽紛心裏閃，誰贈我星光千百點，色彩幻變，多甜蜜這種可愛歡笑面，像是十全和實美這小紀念，以明月唱出心中理想志願，默默助人從沒怨，這小紀念，心的奉獻，美的奉獻。
在思想當天一起，可惜我從不會令你歡喜，想你定將我忘記，從來沒記起。當家私房 choice 徐以文 Candy。翻到嚟第四部分嘅當家私房 choice， 我身邊呢就繼續有 Elmas， 佢係一位非常之出名嘅婚禮統籌師嘅公司嘅老闆娘啦。咁啱啱就同佢講完啦，其實做律師咧都好有幫助，即係讀法律係好有幫助對任何一個事業啦。咁你咧而家就選擇咗我呢首歌喎，張國榮嘅，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個歌詞都幾有意義嘅，即係其實佢講緊就係我就係我啦。咁有少少天生我材必有用啦，同埋可能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感受睇法，咁但係我哋要最緊要就係學懂愛惜自己，並且忠於自己嘅感受咯。即係話我中意做嗰樣嘢就要去做啦。係啦，要 follow 你自己個心咯，即係成日 follow your heart。咁但係好多小朋友即係而家可能讀緊書嗰啲大學生啦，或者中學生啦，都未成熟噶嘛，即係佢真係唔知佢自己中意嗰樣嘢，但係未必係啱佢喎。咁但係你都支持呢個概念嘅？我覺得呢個概念唔係一定係流於喺純粹係嗰刻嘅情緒咯，即係可能係真正我諗嘅係忠於自己嘅就係佢信念。我諗嘅另一個層次嗰樣嘢，即係你知今時今日喺個社會裏邊，可能有好多衝擊，好多唔同嘅諗法講法。但係我相信每一個人因為自己嘅背景啊，或者自己經歷啊，有佢自己嗰套。咁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有咁諗嘅話，應該要堅持自己嗰套。咁我都希望我自己係咁樣，可以諗翻轉頭，即係老咗嘅時候
翻翻轉頭，覺得自己做嘅每一個嘅決定都係真係自己係咁諗。係咪即係冇後悔自己冇做律師咧？冇，我覺得好唔同。我仲同好多律師嘅人係好熟嘅，即係 keep 住。我諗我最懷念嘅係做大狀嘅嗰陣時嗰啲生活啦，即係可能因為可以飲酒啊，我知你講邊種啦，即係嗰種嘅自由啊，有紅酒啊。咁我希望可以維持嗰種嘅生活，但係唔同嘅嘢嚟㗎嘛，因為你上 call 你唔使上 call 嘅時候你就得閒，但係你要上 call 嘅時候都忙。但係你而家都係嘅，其實差唔多，因為你旺季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年尾就叫旺季啦。咁可能6、7月係咪叫做淡季咧？你哋係啦，因為可能天氣啊或者越打風就淡。係啦，因為好多時都因為天氣啦，咁你淡季你就可以休息㗎咯喎。係㗎，我哋好把握機會休息嘅。咁但係啦，咁你而家點樣可以去奉勸一下啲而家啲年青人咧？即係除咗做唔做律師啦，做呢個婚禮統籌師啦，咁你可以點樣去勸下啲小朋友應該點樣忠於自己咧？我覺得行行出狀元係真，即係唔好咁把握自己做我讀呢行就要做呢行。係啦，同埋可能以前嗰種觀念3C 係最好，專業人士係最好，最緊要可能。呢件事就最穩定，即係可能最快有收入啊！嗱，有商量啊！有時我諗緊嘅就係人生嘅流長，唔係講緊呢啲咁細嘅數字，即係唔好為錢，唔好淨係為錢，即係生活我都可以想像。咁我覺得有時好多可能年青人有好多唔同嘅天分，但係可能因為社會未必有好好嘅培訓，或者未好多機會，等到佢埋沒咗。但係我覺得唔好俾人埋沒自己嘅天分，佢應該覺得自己有興趣或者有嗰個嘅才能嘅話，應該諗辦法令到自己可以發揮到自己嘅天分。咁但係嗱，而家香港咁多婚禮統籌師啦，你收費就真係幾貴下嘅，我知道，好抵，好抵。OK， 因為你值係啦，咁樣你點樣突圍而出咧？即係好多可能咁平，咁你就我自己同佢哋爭平啦。冇喎，我覺得爭平係冇乜意義。係啦，如果我爭質素啦，冇錯係。同埋我諗緊嘅就係點解我唔可以收得太平？係因為我唔想因為生意我要接多幾個，我就想希望而家真係我哋有個quota 咁嘅，但係你都唔係為錢㗎啦，你老公又揾到錢，唔係淨係為錢啦，即係為開心，係同埋想個客人咁難得。即係其實我哋賣緊嘅一種服務嚟嘅，我冇乜好實際嘅俾佢睇到，究竟你俾咗呢嚿錢我俾翻啲咩你？係一份嘅信任。咁你俾得呢份信任我希望我真係會做到你即係希望你開心嘅夢想婚禮咯。同埋係咯，成日都見到啲朋友結婚啊，即係咯，咁咪日日都有啲開心事情發生，個人都開心啲係咪啊？其實係咯，同以前最唔同嘅就係始終喺婚禮係喜事咯。因為做刑事就係唔開心嘅事。都係我明白嗰個 contrast 真係好大，所以你就選擇咗見到開心嘅嘢多啲，咁個人自然就開心啲啦，皮膚都靚啲咁樣，係咪要呢點？你咧仲選擇咗上帝早已預備鄭秀文嘅歌，點解咧？我自己有宗教信仰啦，咁所以如果有時問嚟緊你對前途啊，或者你嘅未來又點諗？咁我諗有時都唔可以諗得咁多，交俾上帝，係交俾上帝。咁最緊要有份信心，咁做咗自己，咁就應該就 OK 咯。我哋今日非常之多謝啦 Elmis 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做婚禮統籌師嘅開心事同埋唔開心事啦。咁咧我哋非常之期待下次咧我就可以喺我朋友嘅 wedding 上面見到你啦。我哋臨走前呢，就聽一聽阿 Elmis 嘅選擇，我張國榮同埋上帝早已預備鄭秀文。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當家私房 choice。I am what I am，我永遠都愛這樣的我。快樂是快樂的方式不止一種，最榮幸是誰都是造物者的光榮，不用閃躲，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不用憤
默，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就算我可得到世間的財寶，但你卻說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時，你賜我中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卻說要我知道，別為因此而煩惱，在絕望裏投訴，只要仰望住，哪怕會迷路，上帝早已預備，我不相信運氣。即使風光明媚，但卻不是你預期。上帝早已預備，至少我不被遺棄。難得你為我死。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卻說要我知道，別為因此而煩惱，在絕望裏投訴，只要仰望住，哪怕會迷路，上帝早已預備，我不相信運氣。即使風光明媚，但卻不是你預期。上帝早已預備，至少我不
縱使失去我的真理，但我沒有忘記，上帝早已預備，我不相信運氣。